大家好，又係時候同大家坐低傾下貼身錢銀嘅話題啦。踏入2026年，相信大家最關心嘅，除咗係新一年有咩新願望之外，最實際嘅一定係個荷包有冇進賬，或者生活開支有冇得慳。今日這條片真係非常重要，如果你手頭上做緊嘢，建議你暫時放低一陣，或者戴返個耳筒聽真啲，因為接落來我要講嘅消息係直接關乎你嚟緊這一年嘅電費單，甚至係你有冇機會免費換過屋企部舊雪櫃、舊冷氣，同埋政府同兩間電力公司中電同港燈，究竟在2026年準備咗咩大禮俾大家？特別係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或者你係攞緊長者生活津貼、低收入家庭、傷殘人士，又或者你係住緊劏房嘅朋友，今日這條片簡直就係為你而設嘅懶人包。我哋唔講廢話，即刻入正題。首先講下大家最切身感受到嘅痛，就係電費。大家都知啦，過去這幾年國際燃料價格好似過山車咁，雖然話2025年尾稍為回落咗少少，但係對於我們普羅大眾來講，每個月張電費單依然係好大壓力。咁來到2026年，到底有冇好消息呢？答案係有的。我哋先來講講中電那邊嘅新安排。中電在2026年會繼續透過佢哋嘅社區節能基金撥款，這筆錢唔係小數目，係講緊過億嘅資金，專門用來幫大家減輕負擔。其中一個最受歡迎，亦都係最多人受惠嘅，就係針對基層家庭嘅電費補助計劃。如果你係合資格嘅家庭，例如你係領取緊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又或者係低收入家庭，中電在2026年會向每個合資格嘅家庭提供一次性嘅電費資助。這筆錢會直接入落你個電費戶口度，用來扣減你嘅電費。具體金額係幾多呢？根據最新嘅消息同過往嘅慣例，預計每個家庭可以獲得600蚊至到1000蚊不等嘅資助。你可能會話1000蚊唔係好多啫，但係你諗下，對於一個慳慳地用電嘅獨居長者來講，1000蚊隨時夠交幾個月電費價啦。這筆錢係唔需要你去排隊攞現金嘅，只要你通過咗審核，或者係由社福機構轉介，佢就會自動在系統度幫你扣。這一點真係方便好多。講完直接扣錢，我哋講下一個更加着數嘅計劃，這就是家電更換計劃。這個計劃在2026年會進一步加碼。我知道好多老友記或者基層家庭，屋企部冷氣機可能用咗10幾20年，嘈到拆天不特止，最慘係佢食電食得好犀利，開一晚冷氣，個電標轉到好似風火輪咁，每個月交電費都心痛。但係叫你換部新嘅變頻冷氣，閒閒地都要幾千蚊，邊度捨得呢？中電這個計劃就係針對這個痛點，在2026年度，佢哋會繼續撥款，幫合資格嘅家庭免費更換具備1級能源標籤嘅電器，包括窗口式冷氣機、雪櫃，甚至係洗衣機。這度我要特別詳細講講個資格同流程，因為好多人錯過咗，就係因為唔知點申請。這個計劃通常唔係直接開放俾公眾自己填表嘅，而係需要透過社福機構去提名。即係話，如果你係某個長者中心嘅會員，或者你有社工跟進緊你嘅個案，你就要主動問下佢哋，喂，姑娘啊，聽講2026年中電有個換電器計劃，我合唔合資格啊？如果你係住緊劏房，或者係獨居長者，又符合低收入嘅條件，社工就可以幫你申請。一旦批咗，佢哋唔單止送部新機俾你，連安裝費、搬運費，甚至係幫你棄置舊機嘅費用，都係全包嘅。你諗下，換部1級能源標籤嘅雪櫃同冷氣，一年落嚟隨時幫你慳返1-2千蚊電費，這條數長遠計落去真係好襟計。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如果你身邊有親戚朋友係符合條件，一定要叫佢哋去問下相熟嘅社福機構。講完中電，當然唔可以漏咗港燈啦。住係港島同南丫島嘅朋友，你哋在2026年同樣有福。港燈有個叫做知識用電關懷基金，個名好似好複雜，
其實簡單來講就係派錢同派物資。在2026年，港燈會繼續向有需要嘅家庭派發現金券。這度講嘅現金券，有得用來買電器，亦都有得用來交電費。特別係針對劏房戶，港燈這幾年做得幾積極。如果你係住喺港燈供電範圍內嘅劏房，而你又無獨立電錶，通常都會俾業主濫收電費，對唔對？港燈在2026年會繼續推行津貼計劃，只要你係合資格嘅劏房住戶，每年可以獲得一筆過嘅現金津貼，金額預計係1000蚊左右，用來幫補下你俾業主收貴咗嘅電費差價。除咗直接資助，港燈仲有一個好貼心嘅服務，就係免費為基層家庭檢查電力裝置。好多住舊樓或者劏房嘅朋友，屋企啲電線亂過亂撞光，好容易有火警危險。港燈會資助合資格家庭，揾專業技工上門幫你檢查。如果有需要維修或者更換簡單嘅裝置，費用係由基金包底嘅。這樣嘢對於獨居長者來講特別重要，因為老人家有時電線短路都唔識處理，有個專業人士上門睇過，仔女都放心好多啦。好，講完2間電力公司嘅基本資助，我哋要進入一個大家最期待，亦都係網上討論得最熱烈嘅話題——消費券。雖然政府在過去幾年對於全民派發消費券嘅態度轉趨審慎，但係在2026年，針對特定群體嘅消費券或者叫做特定用途資助，其實係以另一種形式存在緊。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概念：2026年嘅消費券未必係好似以前咁，每個人派5000蚊、1萬蚊入八達通任你買嘢。現在嘅方向係更加精準。中電同港燈在2026年都會推出類似消費券嘅計劃，名目叫做地產及餐飲現金券。這是什麼玩法呢？電力公司會透過佢哋嘅基金，向基層家庭派發一啲可以在本地餐廳或者零售店用嘅現金券。例如中電嘅全心全電計劃，佢哋會派發一啲面值50蚊、100蚊嘅券，俾你去樓下茶餐廳食個飯，或者去士多買啲日用品。這個做法有一石二鳥嘅效果，一方面幫到基層市民慳返餐晏晝錢，另一方面又可以帶旺返區內嘅小店生意。根據過往經驗，這些券非常搶手，通常都係經由社福機構派發，所以大家記住要留意你居住個區嘅社區中心通告。另外，關於政府層面嘅補助，2026年雖然未必有全民派錢，但係針對 N 無人士同埋公屋住戶嘅租金寬免同電費補貼係好大機會會延續嘅。特別係電費補貼，政府好大機會在2026年財政預算案入面宣布繼續為每個合資格嘅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電費補貼。參照返這幾年嘅做法，金額通常係每個月50蚊至到80蚊，或者係分期注入1000蚊嘅補貼額。這筆錢係唔使你申請嘅。政府宣布咗之後，就會自動在指定月份注入你個戶口。雖然每個月幾十蚊聽落唔多，但係對於用電量少嘅家庭，基本上可以抵消咗大部分嘅電費，變相係免費有電用。接落來，我要重點講下一個好特殊，但係又好需要關注嘅群體，就係住喺劏房嘅朋友。我知道在座好多觀眾可能都係基層打工仔，或者有朋友住緊劏房。2026年對於劏房戶來講係一個關鍵嘅年份。點解咁講？因為政府同電力公司都在大力推動劏房重鋪電線同埋安裝獨立電錶嘅計劃。大家都知，劏房最令人氣憤嘅就係業主濫收水電費，一度電出面收緊個幾銀錢，劏房業主可以收到你去2蚊、3蚊甚至更貴。為咗解決這個問題，中電同港燈在2026年都有專項撥款，資助劏房業主或者住戶去安裝獨立嘅中電或港燈電錶。只要安裝咗獨立電錶，你交電費就係直接對電力公司，跟返正常嘅住宅電價，甚至可以享受到頭先講嘅政府電費補貼。你可能會問，業主邊肯制啊？裝獨立錶要錢㗎嘛？這就係重點啦。2026年嘅計劃係會資助這個安裝費用嘅。
中電有個計劃係資助劏房單位重鋪電線，以便安裝獨立電錶。如果業主肯簽名同意，電力公司係會出錢幫手搞個電錶位。作為租客，你可以同業主傾，喂，現在電力公司有津貼，幫你整靚個電箱，又唔使你出錢，將來你租俾人都容易啲啦，又唔會觸犯濫收電費條例，這是一個雙贏嘅局面。如果你係住緊劏房，記得將這個資訊話俾你業主聽，或者揾社工幫手去游說業主。這一步如果行得通，你每個月慳返嘅電費隨時有幾百蚊，一年就係幾千蚊價啦。跟住落來，我想講下關於長者生活津貼同殘疾人士在2026年嘅一啲特別安排。除咗頭先講嘅電費補助，其實仲有一啲隱藏嘅福利，好多人忽略咗。例如，針對65歲或以上嘅獨居長者，或者係雙老家庭，如果你們係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你哋係屬於電力公司嘅特惠客戶潛在群體。在2026年，我強烈建議各位老友記，如果你屋企有長者，一定要幫佢哋檢查下，有冇登記成為中電或港燈嘅長者斜線有需要人士名冊。一旦登記咗，除咗有機會優先獲得頭先講嘅超市現金券、飲茶券之外，萬一遇到突發停電，電力公司係會優先照顧這些註冊咗嘅用戶，甚至會派人上門提供緊急支援。這樣嘢係這2年極端天氣多咗之後，電力公司特別強調嘅服務。仲有就係殘疾人士，如果家中有需要使用維持生命儀器，例如呼吸機、洗腎機嘅朋友，2026年嘅電費優惠計劃係會繼續涵蓋你哋嘅。合資格嘅人士可以申請豁免部分電費，或者獲得特定嘅電費津貼，以減輕因為開醫療儀器而產生嘅額外電費。申請手續其實唔繁複，通常只要有醫生證明同社署嘅證明文件，交俾電力公司審批就可以。如果你身邊有這類朋友，千祈要話俾佢哋知，因為這筆數長年累月計落去係好大嘅開支，有得慳一定要慳。講到這度，可能你會覺得，哇，咁多計劃，聽落好似好亂，我都唔知自己合唔合資格，或者唔知點申請。唔緊要，我在這度幫大家總結一下，在2026年你可以做嘅幾個具體步驟，你可以當係一個行動清單咁樣去記低佢。第一步，檢查你嘅身份，問下自己或者屋企人，屬唔屬於以下幾類人，領取綜援、領取長者生活津貼、領取在職家庭津貼、領取傷殘津貼，或者係居住在劏房、過渡性房屋嘅住戶。如果你中咗其中一項，恭喜你，你已經係潛在嘅受惠者。第二步，留意信箱同通告。2026年第一季，通常係1月到3月期間，電力公司會陸續寄信或者透過社福機構發放申請表格。如果你係住公屋，樓下大堂個通告板一定要睇。如果你係住私樓或者劏房，就要主動啲去附近嘅長者中心、社區中心問。特別係家電更換計劃，名額係有限嘅，通常係先到先得或者係抽籤，手快有手慢無。第三步，準備定文件，這一點好重要，好多人到時先來揾文件就太遲啦。你需要準備定嘅文件通常包括最近期嘅電費單、身份證副本、領取政府津貼嘅證明信、銀行戶口資料，將這些文件影印定幾份，或者影定上放在電話度，到時社工要幫你填表，你即刻攞得出嚟，成功機會都大啲啦。第四步，這一點係俾劏房朋友嘅特別貼士。如果你想申請安裝獨立電錶，你最好先影低你現在個電錶嘅樣，同埋影低屋企電線嘅大概情況，然後攞去中電或者港燈嘅客戶服務中心，或者揾區議員幫手睇下這個環境裝唔裝到。唔好怕麻煩，因為一旦裝到，你就脫離咗被濫收電費嘅苦海。除咗以上講嘅具體資助，其實去到2026年，整個大環境都係講緊節能減碳。你可能會覺得這些環保口號關我咩事？其實好關事，因為越來越多嘅資助係同慳電掛鈎嘅。例如，
電力公司有個慳電積分嘅玩法，你只要在夏天那幾個月同自己過往嘅用電量比較，如果你慳到電，就有積分。這些積分係可以換家電、換現金券價。舉個例，如果你屋企2025年夏天每個月用400度電，去到2026年夏天，你透過換咗部新冷氣或者少開咗燈，變成用350度電，你就達標啦。電力公司會送分俾你。我識得有些精明嘅師奶，單係玩這個慳電積分，一年都換到幾包米同幾支油返來。所以在2026年，大家唔好淨係被動咁等派錢，主動去參加這些慳電比賽，都係一個幫補家計嘅好方法。另外，我仲想講多少少關於基層家庭嘅定義。好多人以為一定要攞綜援先叫基層，其實唔係。中電同港燈嘅基金對於低收入嘅定義其實相對寬鬆少少。有時如果你係突然失業，或者屋企有突發經濟困難，經過社工評估，都一樣可以申請到一次性嘅緊急能源資助。所以如果你在2026年遇到財政困難，交唔起電費，千祈唔好自行斷電或者借貴利交費，第一時間去揾社工，話佢知你想申請電力公司嘅能源基金，通常都會有緊急批核嘅機制。講返轉頭，關於2026年會唔會再有大型嘅消費券派發？雖然目前財政司司長未有口風，但係大家要留意社會嘅風向。如果2026年嘅經濟環境依然係復甦得比較慢，坊間對於派糖嘅呼聲一定會高。根據過往幾年嘅經驗，政府通常會選擇在農曆新年前後或者財政預算案公佈時放風。所以在1月、2月這段時間，大家要密切留意新聞。但係無論政府派唔派，我頭先講嘅電力公司資助係鐵膽，即係一定會有嘅，所以大家應該着眼於攞盡這些肯定有嘅着數先。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心態。我知道6000字嘅稿聽到這度，大家可能都消化緊好多資訊。其實所有這些津貼、補助背後都係想幫大家在通脹嘅壓力下透反啖氣。2026年可能依然係充滿挑戰嘅一年。物價可能仲會升，人工未必加得好多，但係只要我哋掌握到這些資訊，識得去申請，識得去利用社會上有嘅資源，生活總係有辦法過得好啲嘅。特別係對於我哋嘅長者，佢哋後生嗰陣為香港捱咗咁多年，現在年紀大咗，這幾百蚊電費津貼，一部新嘅雪櫃，其實係佢哋應得嘅回饋。如果你係後生仔女聽緊這條片，記得返去幫你阿爸阿媽或者隔籬鄰舍嘅獨居婆婆睇下，問下佢哋，阿婆，你部冷氣機有冇壞啊？中電有得免費換喎，我帶你去揾社工申請啦。這一句說話，可能就幫到佢哋度過一個涼爽嘅夏天。這份人情味，比起單純嘅金錢更加重要。總括來講，2026年嘅重點關鍵字就係主動出擊，唔好等錢跌落來。要主動去申請電費補助，主動去查詢家電更換計劃，主動去幫屋企人登記做電力公司嘅受惠客戶。所有這些表格手續雖然煩，但係值得做。如果你對於頭先講嘅內容，例如點樣分辨自己係港燈定中電，或者對於申請資格仲有啲模糊，唔緊要，我建議大家可以直接打去電力公司嘅熱線，或者直接行落樓下嘅區議員辦事處問，佢哋手上通常都有最新最齊嘅表格。好啦，今日這條超長氣、超詳細嘅2026年重要消息預告就講到這度。這條片我想咗好耐，點樣整合咁多資訊俾大家，希望真係幫到你慳到錢，攞到着數。如果你覺得這條片有用，麻煩你幫手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特別係那些唔識上網揾資料嘅老人家，你嘅一個分享，可能就幫佢哋慳咗幾千蚊電費，甚至換到部新電器。記住，生活艱難，但我哋要精明應對。2026年，祝大家荷包腫脹，身體健康，屋企部冷氣夠凍又慳電。如果政府之後真係宣布派消費券，
我會第一時間再拍片同大家詳細拆解點樣用最抵。至於現在，即刻去揾出你張電費單，睇下自己有冇資格申請啦。我哋下條片見，拜拜。